家收看今晡日福喜类个节目，今晡日俩小图，你家乡亲朋友是台海吼，行行聊聊啊。讲到台海两个地方，乡亲们会想到买东西，听说会想到世界东西，会想到楼界两个地方。还有老薯条有关系啊，老几条个木工有关系。不过今晡日大讲是少个安样听听，为图大家是认识改变一只东冲路嘅母语生态博物馆。记到台海的两个地方是从一只台兴嘅博物馆哦。嘛个内容呢？你先来看只短片，是第六。哇！大家啦，分享見面嘅裏邊我其實係呢度台海吼，台海內界，你講台海母語生態博物館嘅館長，請館長分享。主持人还有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溪木艺生态博物馆的馆长，我是陈倩慧，欢迎馆长哈！哇，馆长其实今天来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很开心，为什么？我刚刚就先问他说：“你觉得大溪好玩吗？”馆长说很好玩。对，大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因为一般人讲到台海嘅世界哈，我们会觉得说哇，大溪我们一般的游客一般都会觉得说哦，大溪有老街，哇，大溪有木艺，大溪有吃的。可是事实上这几年，大家除了馆长本身的投入之外，其实大家对于大溪这一块土地，大家都很努力的投入去做更多的事情，对不对？是啊。因为大溪木艺生态博物馆的成立，我们很强调生态博物馆的精神的落实，也就是我们希望大溪的自然人文生活生产，所有跟居民一起经营这个博物馆，所以我们博物馆是没有围墙，也就是一个活的博物馆。是，而且一开始的时候，台大会讲木艺博物馆，那个馆长就会说，少了2个字。生态一定要强调，因为你讲木艺博物馆，台大指为好像直接跟木艺有一个直接的关联，或是只有木艺。可是为什么生态这个有什么不一样？生态，因为大溪是一个发展了200多年的一个老城镇，最主要是因为大溪有一条很重要的河流，就是大汉溪。那100多年前，就是这条河流，因为我们复兴的樟脑的关系，然后茶的关系，然后再加上这条河水可以直通到我们的淡水，能够把物资运送过去，所以当时甚至连新竹的茶都是透过大汉溪来运送出去，所以它成为一个很繁荣的河港城镇，所以就形成了现在的老街。对，而且大家讲到台海两家提风改世界，台大就会觉得说，其实大溪有非常丰富的人文历史，因为刚刚馆长说200多年了，对不对？你像刚刚讲到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地方，它曾经这么的重要，有一样的老街，曾经那样的繁荣。可是连哈台大以可能台海的世界，可能不知道它背后有这么浓厚的人文历史在里面。所以这也是馆长说，现在整个博物馆在努力的，也是让所有的朋友们来认识这一个部分。对，它是没有围墙的。你进来就是进来了我们的博物馆，任何一个地方你闻到的、你看到的、你感觉到的，都是这里的氛围，都在博物馆里面。
对不对？所以今天特别要帮我们介绍这个部分。对，所以其实我们很核心的一个精神就是要跟居民一起来经营我们这个博物馆，所以也就有我们街角馆的产生。是。那除此之外，我们也把政府也把我们在大溪整个老城镇里面的一个历史建筑，也就是我们属于我们公有的这个历史建筑，包括大溪公学校，日本时代主要都是日本时代留下一些建筑，比如说大溪公学校的校长宿舍啦，还有一个大科坎支厅，在1901年他盖的时候，后面建了一整个给他职员的宿舍群，所以也就是大溪警察局宿舍群，包括武德殿，包括公会堂、行馆，这些都是我们博物馆经营的公有馆。对，真的其实我去过大溪很多次。你看来大白喜都该平的世界，我觉得我真的就是非常像一般游客一样，其实没有认真的去注意、认真的去观察，就不晓得说其实它有这么多有趣的东西在里面。所以如果说它这样子一年一年的经营下来，然后越来越完整的时候，大家问说，你住在哪里？其实你就不用讲我住在大溪。你就说我住在博物馆里面，对不对？所以今天馆长还特别带了你们自己的一个简章，对，要特别帮我们介绍什么，是不是？是，对。这我们大溪有很重要的2个组成哈，对，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公有馆，是。那现在公有馆就是我们上面看到的，有武德殿，有公会堂，有我们4联栋。那这些公有的历史建筑是由我们博物馆就是政府部门来经营，可是最主要它里面说的故事都是大溪人的故事，所以要让大家进到这些公有馆里面来看到大溪人的故事。看完以后呢，你在馆里面的所有的展览的计划或推广教育活动里，都可以延伸到我们所有的街区里去走走逛逛。你只要看到的人物都是大溪在某个角落里的某一栋老宅，或是某一个家庭、某一个商店、某一个店的老店的故事，某一个老空间的故事。所以呢，看完我们的公有馆以后，你会更想进到我们整个大溪老城区来走走。所以在我们的博物馆的文宣里，也就把整个大溪老城区的地图呈现在里面，然后里面有我们的街角馆，所有我们今年的街角馆，我们105年到106年每一年都会有新的街角馆的加入。那目前有16家的街角馆。对，那观众朋友都了解是不是听不懂，就会说什么意思？我知道整个大溪就像是一个博物馆地图哈，因为馆长特别强调有公有馆，刚公有馆好漂亮那个图片，是很多那个建筑在那边，而且它背后都有它的历史故事。可是大家就会问了，街角馆这什么意思？到底什么是街角馆？而且因为刚刚馆长特别强调。都利亚哈已经有16间店家已经加入了，那你会觉得说这是什么意思？所以是不是给简单的讲一下什么是街角馆？对。像在我们的4联栋里，就在讲到我们大溪人的生活与历史的这个展览，所以在里面我们其实就是也是要落实大溪人说大溪故事的精神，所以会从清朝的时候、日治的时候一路发展到现在。那因为社区营造的参与，让整个大溪很多东西可以保留下来，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大溪人生活历史里面，你会看到很多生活的痕迹在大溪的角落里。那我们很重要一个精神，就希望大溪人来跟我们一起说故事，所以我们有街角馆计划的一个推动。那最主要就是要培育大溪人，愿意来参与推动大溪文化的大溪人来一起参与。整个博物馆的一个让大溪更好的一个计划，所以只要你是有心想要保存大溪文化，然后你有一个空间，这个空间愿意来提供一个文化的服务、公共的服务，让大家进到这个空间能够认识到大溪的历史。所以我们说街角馆就是大溪人说大溪故事的一个空间，而且是用自己的空间来说故事。对，我觉得这种感觉就像是读你推翻东东摩克改城市城镇里面除了台海聊到提风，你想想看，你可能夯斗改片夯聊聊夯斗路台也是些狗台，你可能走到路的这个转角就发现，这里怎么有一栋老房子？对，那有可能是已经是100年的中药房，对不对？有可能，或者是两坪就建嘛改栋楼改屋，那这个房子里面其实都有它自己的历史、几个故事，甚至有很有意思的东西在里面。可是它好像又像是一个平常的住家一样，对。但是这个东西有这么样的丰富的意涵，我们其实可以透过跟他的合作，我们想说，
你家要不要一起来做这样的公共服务，让你家也变成一个博物馆的那种感觉？对，那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所以以后如果有人来认识大溪的时候，除了进入那个博物馆、公有馆，对不对？我们也可以去那个100年老房子，都可以看，哇，原来他们家也有这么有意思的故事，就是大溪人说大溪人的故事，就是这样子的意思。所以当参加的人来斗的时间，哇，你走在那个街道里面，我觉得是转角就是惊喜。处处就是惊喜，所以我们说转角就有一个所谓的街角馆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就是会吻合馆长说的这种大家一起来说大溪人的故事的这种精神，对不对？所以今天其实馆长除了特别来帮我们介绍，其实馆长等一下也会带2位我们的街角馆的，我们说馆长，很棒哎，馆长听起来很大呢，是不是？我们就有馆长来帮我们说这个馆长的故事，所以其实。馆长在那边投入了已经5年了，对不对？对，然后所以你自己这样子慢慢一步走来，你是不是对于大溪的爱也越来越深，越来越喜欢？因为我们每天都会觉得是走在博物馆里，而且每天在大街小巷里串门子，然后你都会处处发现惊喜，处处发现故事。那因为住在大溪的人，很多人其实都已经经过3代、4代、5代，一直累积下来，所以我们常去到拜访不同的人家里面，就会听到他们多不同的老故事，所以我们就觉得这样的故事，这种重点是要让大溪人自己来说。所以我们博物馆其实是在培育地方的人的人才的培育，也就培育很多的馆长，那就是让大家一起来成长和共同成长。是，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安嬿走得能凝聚大家的这种力量，变成我们大家都是在这个社区里面的社区营造的一份子。乡亲朋友，基本你理解观众。带到2届，你讲介国馆界馆长咧，到聊天，然后大家咧分享，记得係马上吼，請大家先聊下，等下陣來十嘅記得。今日啦，鄉親朋友咧，紹介係到台海兩隻地方咧，你講就係模擬生態博物館。除了前一堂講嘅公有館之外咧，還有你講街角館、介國館哦，就是台海人來講台海人嘅故事。故所呢一堂節目呢，就請到2屆館長來到呢一片，一開始來分享嘅第1屆館長係你台風頭館界館長淑媛姐，歡迎歡迎。大家好，我是大房美食館的淑媛。歡迎你，歡迎吼！聽你咧紹介哦，真是不得了咧吼！你係台海，你係唯一嘅日見嘅你講Lisa吼，所以你係你只Lisa嘅觀眾咧度你下片，今日咧紹介機吼，佢係大家都興佢海哥吼，今日分享海哥。係，那個太嘎後，那個我是綜合旅社的那個第3代的經營者，我是許王海，謝謝。歡迎海哥哈，謝謝。你是第3代對不對？第4代在這裡。對，所以就說起來都不是什麼第2代，我們每次在介紹很多東西說哦，我是第2代，你講你阿講的都是第4代、第3代，好久。鄉親朋友記得會馬上咧，到台海兩隻地方咧哦，講到台海，去到台海。說到吃就會講到豆乾嘛，是大家都知道啊。就像我們去到什麼地方美食，我們會說啊，這個地方的美食，講到台家是講大溪豆乾一定要吃，對不對？現場也有豆乾在這裡哈。那很特別的事情是，像這個是一個街角館的一個經營。那這個綜合旅社也是現在在大溪的一個街角館的經營，對不對？好，我們先講一下好了，我們先從豆乾開始好了哈。這2個人聽說是在對面，是不是？對，是啊。這樣可以，這2個街角館可以互相照顧哈。我們講說互相競爭才會進步。我覺得太棒了哈。先從豆乾，其實大溪豆乾已經很有歷史了。我們家已經93年。哇，所以你應該。目前為止吃了很多豆乾哈，我從小吃豆乾長大，應該已經吃不慣別人的豆乾了。我一入口應該就可以辨識出來，然後會吐出來。海哥有吃過他們家豆乾嗎？有啊，一定會的。好吃嗎？好吃，超好吃。不敢講不好吃哈。不會，是真的很好吃。不過這個已經很有歷史了，對不對？而且其實你們這樣90幾年下來，已經經歷了。我們說整個過去台灣的歷史都已經被你們經歷過了。我們館長說大溪200多年嘛，那我們佔了快1半。真的，對，所以到現在其實為什麼會覺得說想要參加這個街友館的這樣的一個我們說號召也好，活動也好，街角館的。其實剛開始是因為木藝生態的一館是坐落在中正路上面。哦，對，那時候的
其实大溪中正路上面的居民都不知道有这种东西。那我们那时候就想说，看文化局到底在做什么。对，我们就我都说参加街角馆，第一个要有勇气。对，我们就鼓起勇气去试看看。那进去之后呢，要有很多的想法。因为案子是由我们自己想出来，然后自己想，对，不是别人帮你们。当然因为那是你们的故事嘛，对不对？就想大房要怎么跟木艺生态馆去做一个连结。对，那时候他们给我们的理念就是你要讲自己的故事。那要讲故事，我们要从黑豆干开始讲。是，因为大房，因为有名是因为黑豆干是我曾祖父研发出来的。哇，大溪豆干为什么会出名？是因为那块黑豆干。所以我们就以黑豆干当出发点。对。那在这2年呢，我最重要的任务是做食谱。是创意美食料理的部分。所以其实等于是大家到大溪去吃豆干，不要只是简单的去豆腐干听听。其实你知道它的故事跟它的这个内容之后，你这个豆干吃起来味道会特别不一样，会更有感情。对，可是大家会觉得很奇妙啊，对不对？想说自己人自己说，你自己说自己的故事。豆干它是一个食物，那要怎么样来呈现？大房豆干街角馆，对，这就是一个很需要去大家一起努力的一个部分，你们要怎么呈现，对不对？所以我一般来讲，你们到大溪会看到很多热豆干，对，那我都说那个叫胖达人。对，因为它就是给你吃酱。那大房豆干比较特殊的是，你在我的门市看不到热豆干的出现。那我们会教你怎么样把这一块豆干带回家，当你桌上的佳肴。是，这是我们比较特殊的一点。对，因为我们觉得豆干其实是最好的宴客的佳肴，而且它很营养。对，它营养分高，所以这是我们今年刚结案的食谱，是会比较特别，就是我们把中西式合并在一起。所以你们是做一个比较静态的呈现吗？还是你们是比较动态？就是你们以博物馆来说的话，对，就是你们我是动静皆宜，动静皆宜，因为我还要在现场教人家做豆干料理。所以去到你们那里，你们的街角馆变成你们还有教学。我们有一个轻美食小厨房啊。那当我兴趣一来，我就可能把黑豆干拿起来，看有什么食材，我就教你做什么料理。哇，我们在这个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照片，这都是是我们的水源姐可能带来在你们的大房豆干里面的轻食厨房的食谱，所以这都你自己研发的吗？我有一个很好的伙伴，就是至善高中餐饮科的主任。所以你们有跟高中合作？对，因为我们要善用地方资源，是，其实是跟地方产业结合啦，然后让大家一起来参与，对不对？对，因为我们觉得他的餐饮科走得还不错，那只是说没有人去帮他推动这一块，所以他可以研发，那我们把意见加进去之后，我来推广。所以其实到了大房豆干，除了吃去品尝你们的豆干，然后食谱之外，其实也可以认识你们的历史，对不对？对，也可以认识很多的故事，是这样，对不对？所以它有展览吗？它会有，我们有一些静态展。有一些静态展，对，也会知道阿公从曾祖父研发黑豆干的故事开始了解，都会有。哇，好有趣哦，对不对？你看海哥在旁边一直点头，我是很认同。海哥的故事也很有趣，是中和旅社，是现在是大溪唯一仅存的唯一一家吗？对，现在唯一的一家。那你真的拜托，好好经营，好不好？拜托一下。对，因为这是也第3代，所以也是从曾祖父那。对，阿嬷开始，然后妈妈到你，对，所以你很难得你会接着要经营这个旅社，就是一个服务在地的一个精神，对。那现在这个旅社你们怎么样来说故事？现在这个旅社，因为我们旅社是从1947年，也就是民国34年光复，我们36年就开业到现在。哇！然后等于将70个年头。是。那在这70个年头，它在大溪里面虽然不敢讲说占有一半啦，但是最起码也有占有一个历史这样。这两位馆长很可爱哈。大溪200年，我100年了哈。我这里不到100年，但是也快要100年了。对，这真的是你们真的很有
我们平常很有立场来，我们平常在对面就是这样喊话啊，就互相喊，对不对？好，继续。然后我们就是说，来去，因为首先也是要感谢我们郑市长的一个德政，他有这个木艺博物馆，然后接下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概念，就是街角馆的概念。是。那有很多人会认为说街角馆到底，其实它的一个说穿了，它就是一种抛砖引玉的一个想法。他就是说，我今天市政府，我站在一个辅导方式，然后呢，来帮忙你们在大溪这些店家们、这些历史们，你们去把它挖掘出来，然后呢，把这些东西、这些有意义的、有怀念的、有感情的东西拿出来跟大家来分享，对，然后让大溪会充满更多的文艺气息，然后会有更多的历史、更多感人的事情。对，这个就是我们木艺博物馆跟我们街角馆的一个想法。对，那我们当然很多人都会讲说啊，那旅社跟街角馆有什么关系？其实我是觉得说，我的想法是说，大溪人要做大溪事，对不对？然后大溪人来说，大溪的故事才会更有感情。那当然，对。然后这些东西就是说，会让我们去了解说，哦，在我们以前的一些历史，像我现在手上这一个阿嬷的画这一本，就是有对。这个就是基本上呢，他是站在我侄子的一个角度来问他的阿嬷，那我是站在我的角度在看我的阿嬷，那然后可能这个东西就很好玩，就是说我侄子他现在是住在外地，那他常常会来跟阿嬷聊天，然后就可以从阿嬷在讲说我们他在安诺，然后他会把这些东西把它想起来，然后后来把它做一个整理。对，然后呢，除了这个画本身它很好玩，它就是说，它除了去口述之外呢，它还加上漫画，让大家去一格的小插画，对，让大家会不觉得说它很古板，反而会觉得它很可爱。然后呢，它的设计呢还有一些。后面呢还可以放这些你自己来大溪留的照片的一个位置哦。然后它这里面呢还有跟时下一些年轻人去合作的，就是像我们现在有一些像广告设计系啦，或者是等等之类的，那他们可能毕业没有一些所谓的职能的一些。这个经验，那他可以跟我们旅社来做一个合作，然后在他人生的过程当中，他就是可以去展现他的一个才华，也可以让他自己有一个能力去展现，对。然后在这个整个里面来讲，综合旅社就像刚刚我讲，就是这个市政府来帮我们这个辅导，那我们也会想说把这个空间去把它再去活化，所以我在未来的。这个年度里面，我会提供，就是无条件提供给年轻人想要圆梦，然后想要去有希望去做他想做的事情，他可以在我们这个旅社做展现，然后变成说，对，变成说我们一般来讲，对于旅社会，除非真的必要去投诉才会进去嘛。那我们现在来走的方向就是要打破这个迷思，就是说，旅社它也是有文艺，也是会有一些气息，然后。大家可以大大小小都可以进来看，对的一个故事馆，太棒了哈！其实海哥真的都不会讲哦，其实还有多个故事，让大家来分享。大家先聊下，等下再做那堂鼓哦。哇！今日东方宇宙的绕墙头，台海内改两改，你讲改过讲改观众哦哈，一个大房豆干哈，一扎黑你改中波丽莎哈。其实前一团节目有谈到海哥的这个很清楚的导览跟简介哈，真的是一个很专业的感觉是导览员。我觉得海哥讲很重要的概念就是那是一个理念，对，是一个理念，也就是说，其实你想想看，一扎提缝，一个游客去到那边，不是只是。吃东西，看看某一栋建筑物而已。它其实每一个角落都值得你去细细品味、去了解。所以你想想看，一个开在那边已经3代了，快要100年的旅社，它这背后有多少的故事在里面？所以阿嬷的话就像是一个口述历史一样。这就是为什么刚海哥说，我跟那个年轻人合作哈，我只听阿嬷的故事哈，哇，你看这里面会有一些插画在里面。
台湾历史黑马改，其实阿嬷她的生命经历有太多有趣的故事在里面。那你说我这样讲，你可能会睡着嘛？像老师上课一样，那你就来看漫画，对不对？你看漫画旁边也有文字，就可以把故事讲出来。对，那你对大溪的故事有多一点了解，你到大溪去走的时候，那个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不过说到这哈，这个海哥旁边放了一个。你这个真的很醒目呢。对啊，那你好朋友哈，对，好伙伴，好伙伴，对不对？这也放在你的旅社里面。是。哇，那你现在很多你的游客有外国游客吗？有。那他看到这个就像上次有一个日本客人，他说啊卡哇伊这他就会问我说，你刚刚要讲马该是客家话，叫马该，对，那是客家话。马该。然后他就会问说这是什么，我就会跟他讲说这是我们台湾的电影三太子。那像我们现在有一些陆客啊，自由行，他也会来，他说怎么会有这玩意儿？对，然后我就跟他讲说，这是我们台湾的特有文化。然后我们旅社最主要是说，刚刚有跟主持人讲，就是说，我们除了是传统旅社之外，我们还加入一些正头元素。然后这个最主要就是说，为什么大家可能对于正头会有一些不好的想法或者概念？我觉得说都是不读书的一些坏小孩去，但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子，因为在大溪6月24文艺季是我们市政府一个无形文化资产，然后呢，它在大溪也将近有100年以上的历史，是对。那这些正头，其实我们大家都只秉着一个信仰。并没有外面所谓传的就是流氓啊、帮派啦等等这些，其实不是。那为什么说我们旅社会变成一个正头旅社？就是说，本身我是那个全国飞天三太子的创办人、创始人，对，创始对。好，然后这个最主要就是说，我要给大家去体验，三太子他的可爱地方，因为很多人会讲说，女孩子不能碰啦，或者说等等一些很多禁忌，但我们这个是没有开光的，是大家都可以来综合旅社，可以来体验，而且可以拍照，对，然后可以体验说它里面的重量，它里面的感觉，它从哪里看？很重吗，海哥这个？如果主持人有空的话，等一下可以体验看看。那感觉好像有点重，其实还好，还好，是不是？对。其实的确，其实因为海哥这样讲，其实是把它当成一个我们台湾非常独有的、特有的文化，别人没有的。有时候你要介绍自己的东西给别人，你就是要跟别人不一样，你这东西站出去就是你看这就是我们很独特独有的文化的一个概念跟大家分享。所以很多像你刚刚说有某种感厉害，有日本感赢他，有读台流来感赢他。当然也会有一些欧美人士，你想想看，他到大溪看到老街，又看到这个，对，这就是他很棒的收获，对不对？更重要的事情，又有海哥可以做这么精彩的导览，对不对？谢谢。是，然后如果说是有自己的背包客，我们说台湾有时候自己活在这一片土地，都不一定对我们台湾的每个角落这么熟悉，对不对？你说来自于外县市的朋友，他去到综合旅社，看到这一本阿嬷的画，是。阿婆改 void， 阿婆改图，又就可以了解很多的历史故事在里面。所以整个你们的那个整个空间设计也是都有这样的一个正头文化在里面。是，都有一些正头文化的一些氛围。哇，好特别哦！哇，好好加油。对，不过说到这边，其实豆干，你看，在旅社对面，然后刚好就有吃的哈，多棒啊！对，你们是不是也有什么豆干料理竞赛？有，我们在办竞赛。我们在去年豆干节办了，因为我做创意料理的关系，所以硬是要把这个活动把它弄进去。我们做了一个100人的创意料理比赛。对，所以但是就是一定要用豆干做创意料理嘛。我们现场只给1块豆干。哇，好难的比赛，好严厉。然后我们现场放了60几种的酱料。是。对。然后让他们自己自由发挥。对，因为在他事先不知道有什么东西的情况下，你要怎么去做出料理？这个其实对我自己做2年来讲也是一个考验。那我们当初就是想说，让民众一起来参与。这个竞赛办下来，对你自己的收获有没有？因为你有食谱嘛，你有跟芝山高中合作，你自己会不会也看到很多人不同？我看到有很多巧思，就是他们在造型方面是我们永远想不到的。真的。对，因为我们在现场有看到一个玫瑰花的造型。用豆干去雕刻的，是不是？去摆，他用一片一片切完之后去组装。那我们就在想说，这个人他到底是从哪里来？为什么会做这个？后来他是一个医生的女儿，那因为他学过烘焙。
啊。那我们他就把那个技术跟他合并。对，我们比较辛苦的是，所有的东西呢，评审5个人都要去吃。那他这是比较辛苦的地方，因为有的人什么东西都加。哦，对。那当我看到那个玫瑰花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这个好看不知道好不好吃。结果我去调查是谁的时候，是因为他色香味俱全。哦，厉害厉害。对，所以他拿走了我们的第1名，就是有365天的豆干可以吃。哇，所以你们的第1名是有365天的豆干可以吃。对对，就是你们真的吗？这是第1名。我们给他365包的豆干。那一定要很用心来参加调查比赛，这样走的，这个福利很好哎。其实填充有很多豆干，当然也有这边有大房豆干带来的，像这个是一个木艺生态博物馆带来的，这是餐点，哇，很有它自己的味道，对不对？哈，那当然除了餐点之外，上面有看到一个，好像有一个很白色跟红色的这个 logo 在这边，这个是一个你们的围裙，对不对？是，这是我们身为街角馆馆长唯一的荣耀。它是我们的职人。你刚说唯一的荣耀。对，这个是我们的荣耀，因为我们能够身为街角馆，然后街角馆才会给我们这一个认证，等于说它是一个认证。是。然后呢，这也是我们身为街角馆的一个，对，只有馆长。这个是我们的职人服，不叫围裙。对不起。好，乡亲朋友，我意思讲，其实去打卡咧是一个从因做在味道，你信仰改微信群啊，用改东西。可是因为基黑又在是以你斗地主哈，它是代表职人的精神。职人是一个不要开玩笑哈，职人要拿到职人这个头衔，我们这个是有经过受证的。有经过受证的，我们所以淑媛姐有，海哥也有，是不是？只要街角馆馆长都有。对，太棒了哈！那而且那个是你们独有的一个符号，对，所以你平常那平常在大溪每天在那边，除了一起经营旅社跟这样的一个街角馆改饭桶改世界，你真的会围着这个职人服吗？会啊，穿着职人服，它这个东西就是代表我们店的一个荣耀，然后也是代表我们大溪唯一独有的一个文化跟它的价值在，太棒了！所以这个一定是要，就像我们一般医院的医师，他都会穿他的白袍嘛，是啊，一样啊。那我们是大溪的职人，我们当然是要以这个为主。很好看呢，对。所以其实你们2位这样加入到现在，其实海哥也好，或淑媛姐，你们应该感受很深，有没有很心得，收获很大？有对，真的。心灵上的富足也不一样，应该说有付出就会有收获。对。那大溪街角馆比较特殊的是，我们是自愿性的，没有人强迫我们去参加，是我们要去想出东西之后去提案。那这是你自己想出来的东西，你要自己完成，成就感也不一样。对，成就感完全不同，而且跟过去经营豆干的那个整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跟方向，这里也投入了很多公共服务的感觉。我一直以来都讲说，如果今天不是街角馆的话，站在以家族的女孩子的身份，大房的家族史轮不到淑媛来写。是，对，那就是因为我加入了街角馆，那我要做口述历史这部分，所以现在大房的口述历史是由我来做整个统筹的整理。对，而且对这个重要是你自己也会收获很多，你会对自己的家族有重新的认识，这一定是这样子，就是要重新把它更深的去了解它的来龙去脉。对，而且海哥可能因为这样知道更多阿嬷的故事。是，对啊，其实最主要也要。最辛苦还是我们馆长啊，因为我们馆长要跟每一个街角馆，然后他要去每一个做辅导，然后去了解，这个我觉得他是很辛苦。然后我们最主要是说，我们能够更去了解以前的故事，借由这个街角馆之后，我们会去发掘更多以前的故事，然后可以来不只是自己知道，还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对，因为有时候你自己，你想想看，大溪人讲大溪人的故事，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故事，你怎么跟别人分享？这是很有可能的。有时候你自己住在这一个地方，你都不认识自己的那一块土地。是，对哈。所以其实经营到这边，其实老乡亲朋友在富英雄，其实他把你台海聊，没有那么简单了，对不对哈？我们其实不是大家想的这么简单，在那边大溪老街走一走而已哦。好，可以去找淑媛姐玩吗？可以，可以。可以的，对，有款甜席感，用心朋友，航班一头大房豆干的时间，你就跟淑媛姐讲说，来有款哈嘎甜席，我看各家电视，所以我认识谁可以这样吗？可以，可以，好，可以的，海哥可以吗？
可以，也是可以哦。对，航白蚁都中波立场说，还有款哈嘎天喜，所以我知道这个馆长这样子。是哈，所以今天哈豆芽片非常感谢淑媛姐老海哥来到节目地图哈老太家的分享，真的非常谢谢，谢谢，感谢哦。希望你所有嘅乡亲朋友哈，有款天喜乡亲朋友航白蚁到台海嘅世界，代强是东西，行聊聊听听，看昨天其实很好都记得个历史文化啦故事哦。好，豆芽片呢，绕墙嘅乡亲朋友天天来做认同了。